喺側田聲勢最旺嗰一刻，黃柏高喺背後推波助瀾，要做出樂壇嘅一個壯舉。我哋將籌備佢準備出第一張唱片嗰時咧，其實我已經喺紅館幫佢訂咗做演唱會。到咗2006年2月，側田宣布即將喺3月喺紅館舉行個人演唱會。呢個時候距離佢第一張專輯推出只係短短4個月時間。當年外界嘅聲音當然會質疑，啱啱先出完一張專輯，點樣夠歌上紅館開演唱會啊？我點解我成日問自己，要喺紅館開演唱會，每一個歌手要累積有幾多隻金曲先可以做呢一步呢？有冇試過一嚟就係做演唱會？我仲記得當我喺公司一個製作會議上，我講一句話，我想幫佢喺紅館開演唱會，係全場靜晒，即係佢覺得嚇，連側田聽到黃柏高要幫佢呢個僆仔開演唱會，都覺得係大癲。我淨覺得黐線添，佢都好呆咗呆。得唔得啊？咁我話呢個世界冇話唔得，唔做就唔得。就係呢份獨具慧眼，加埋孤注一擲嘅決心，令側田成為史上第一個一碟上紅館嘅新人。我點解唔冒險試一鋪，係做啲從來冇人做過嘅嘢？我覺得喺呢個宣傳效應上，我已經贏咗啦。就算唔成功，冇人去睇，作為一個宣傳費，我都值得去做呢樣嘢。黃柏高嘅呢一個行為，正正就係見證咗呢句說話。Take the risk or lose the chance。不妨喺留言區話俾我聽，你哋有冇試過相同嘅經驗？講翻轉頭，側田喺人生呢個最高峰嘅一刻，竟然要迎嚟打佢人生嘅第一個大佬。